河灣淨係可以得一個浩南，而元朗都淨係可以得一個樓王。究竟 Grand YOHO 定係 YOHO Hub 先係樓王呢？大家好，又係我樓盤情報站星仔，為你哋貼心介紹。細細聲話你聽，依間係成個 YOHO Hub 第6座，唯一一間4房雙套加埋工人房嘅。實用面積有1035尺，可以話係全元朗人中之龍，地標式頂級屋苑。我哋望下啲房間間隔先，非常之闊落，十分開揚，都唔使我點介紹噶啦。主人房亦有主人套嘅，新鴻基嘅質素非常之好。我哋而家身處喺成個元朗市中心入邊最高嘅位置，望下個景觀，大地在你腳下，遠望緊深圳嘅後海灣。題外話，我而家用緊呢部接機係榮耀 V5 接機，影相非常之高清，全球最薄，摸頂價11000買返嚟，而家9500放手，有興趣朋友歡迎聯絡我。我哋望下平台出邊先。我哋再由個露台睇下個景觀先。露台位置非常之闊落，露台對出景觀，成個元朗市中心可以望到浴室、房間間隔。我哋可以見到樓底亦都非常之高，朝起身見到呢個景觀，簡直心曠神怡。主人房有個衣櫃位嘅，呢邊有個對流窗。呢間房嘅主人浴室亦都有乾廁設計。最後我哋望下個廚房先。廚房嘅間隔亦都非常之實用。呢邊亦都有啲儲物櫃、蒸焗爐、雪櫃等等。工人房嘅間隔。呢個單位招標形式出售，尺價挨住2萬頭，成個 YOHO Hub 得返一間。有興趣呢個單位真係歡迎聯絡我，俾個機會啊！好啦，我哋嚟到睇埋 Grand YOHO 先。大聲話你聽，呢個單位係頂層複式單位，實用面積有1734尺，設有701尺嘅泳池，5房3套加埋衣帽間，加多2個士多房。老規矩，我哋睇個景觀先。整個山景一覽無遺。
呢邊有個洗手間嘅。主人房非常之闊落，主人房對出有個平台，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大自然呢？我覺得呢個單位好似被山圍住咁樣，成個山景一覽無遺。主人浴室亦都係光廁設計。我哋望下個廚房先，廚房亦都有個儲物室嘅。呢度廚房亦都企到4至5個人。單位設有內置嘅樓梯，路係由人行出嚟嘅。我哋一步一步行上去睇下先。上多一層又見到個儲物空間，呢邊亦都有啲睡房。呢度亦都有間睡房，我覺得可以打通佢，做大一間睡房。同樣呢邊亦都有個浴室嘅，質素非常之好。呢間房嘅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好，可以擺多個衣櫃位嘅，亦都有主人套。哇！呢間房更加大，直情可以踢下足球。主人浴室亦都係光廁設計，呢個平台比樓下嗰個更加之闊落。到最後，我哋上埋天台望下，
如果唔想同會所啲人爭游泳池嘅話，我覺得呢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天台亦都好闊落，一家大細嚟聚餐都冇咩問題嘅。對比完 YOHO Hub 同埋 Grand YOHO，唔知呢個屋苑你哋又會唔會有興趣呢？如果對呢個屋苑有興趣或者想揾其他樓盤嘅，都可以歡迎聯絡我。